你知道廚餘可以點樣轉變為可再生資源嗎？一般廚餘處理嘅過程中，經常發現廚餘同埋家居垃圾混合埋一齊，放入垃圾袋中棄置，導致處理過程比較複雜。由生產力局研發嘅廚餘再生盒系統結合咗機械同埋細菌分解技術，將廚餘由固體變成液體。呢項技術有3大特質：包容性高、流程簡單、乾淨企理。該系統可以處理含有塑膠同紙巾等雜質嘅廚餘，大約每2至4個月清理一次殘留雜質，可以回收97%嘅有用物質。流程簡單，撳一個掣就可以操作，系統自動將垃圾分隔，有用物質轉化做漿液，定期由吸缸車運到中央回收系統，減少收集同埋運輸嘅成本有40%到70%咁多。系統仲配有除臭系統，成個過程密封冇異味。呢一套系統每日可以處理200至1000公斤嘅廚餘，適合大型商場嘅食肆，乾淨企理。廚餘再生盒實現綠色科技落地應用，以應用於大型商場、住宅屋苑、主題樂園、酒店、公共服務機構同大學，推廣可持續發展。喺中央廚餘回收設施，1噸廚餘可以產生300度電，相當於大約3人家庭1個月嘅用電量。呢個技術簡化咗廚餘收集過程同降低廚餘收集成本，幫手變廢為寶，推動可持續發展，推動香港邁向碳中和目標出一分力。創新科技實踐之旅。